来看台南出名的南管红兵社停困72天，今仔日正式恢复运作。目前社员有老中青三代，拢总20个人，因也去采街去附近的宫庙祭拜，庆祝重新起鼓。 一日人伫庙埕演奏乐器、唱歌头，这是南管音乐团红兵社，嘛是以早大庆街元和宫四大献社之一。因为旧团长去世，停72天，连太平歌嘛失去。为着要复社，王国清四界走总，加在各界斗3天，社团甲定起鼓。清朝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，用歌。 连去遮个当唱歌，太平歌是安尼来的。整理内底的家私，甲内底的歌谱去看卖来看，敢会当甲内底的歌，搁再厝来加即个内底音，内底的即个笑曲看温遮物件，搁加这搁找倒转来。去年8月，应招大家甲顶爱南馆搁找倒转来，其中红明社社员尚玉芳提供上万新纪念馆来互因免费伫遮排练，社员拢总有20个，对老一辈甲少年拢有，望甲这文化。 代代相传。那伊迄声就大声，按个会互我感觉那像就平静的迄种感觉安尼。伫咱即摆时代，这乃是一个流行的代志咧，是一个足特别的代志，所以拢当然是要全力来支持。活动对上万新纪念馆出发，沿路采街去附近庙宇来敬神。元和宫主委讲，这个活动真有文化性。吸引到更较侪人，唔是传统顶头界咯。 是安那，整个文化界，甚至规个社区的共同的这个反应。社长讲，后摆的不定期沿路采街唱曲，互府城的人来欣赏，真正做到台湾本地复兴。记者陈富台南采访报道。